文化部所指定的台湾说唱艺术保存者89岁念歌人间国宝杨秀卿老师，伫今仔日来别逝。杨秀卿老师在生进前常常讲，永过念歌是为生活，即马念歌是为文化。杨秀卿老师念歌的功夫超过70年，自庙口广播到文化场，都有杨秀卿老师念歌形影甲作品。杨秀卿老师毋但配合政府甲经典的歌故事保存落来以外，也配合着咱台湾的电影、MV 表演技术诸项领域结合，传承济土地来念歌。希望讲甲这有保起文化念歌继续开枝散叶。我第一希望就是讲哦，互我的身体较勇咧。我咧加这几年学生安尼加教一寡，我这个艺术会当甲传较久的。一生奉献念歌表演甲教育传承的国宝杨秀卿女士，17半暝过身，享受89岁。世间的富豪，塌塌甜，也毋是人熬哦，才会存钱。老师的离开等于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。其实我们的根本是在杨秀卿老师他们这一代，他们才是真正有接触到传统辉煌的那个年代。对杨秀卿的离开，伊学生杜建志感觉真唔甘，嘛表示杨秀卿近年来着算目睭看无，脚路歹，有关对着学生世界推广念歌，因为伊捌讲过一句话：少年念歌为生活，老啊念歌为文化。咱台湾的文化，哪会使去作反去？杨秀卿自13岁就世界走唱，后来拄着大环境影响事业，伊就想讲要互大众听有，就改编歌戏曲，独创口碑歌仔，夹变专台。伊伫1989年得到教育部民族艺术新团奖，2003年摕到文化总会终身成就奖，2009年文建会认定伊是重要的念歌保存者，去年嘛协办第40届行政院文化奖。大人啊！靠冤气咧，妈你叫我要点要倒，哎呦，我无法度咯。他不但是台湾传统说唱艺术的佼佼者，而且他是一个先行者，他把它做了改编创新。行过念歌无共时期的杨秀卿，团结的工作拢无停过。伊的过身象征一个时代过去。文化部表示，会全力协助家属办后事，嘛会定请总统明令褒扬。记者陈嘉文、李学凯台北综合报道。